高雄大寮有凤山水库自来水公司伫民国69年开始第三条的这个水管待伫咧义仁里，还有一个昭明里。即马呢要来安这第四条新的水管，却引起地方反弹。里长带头抗议，要求随停工。自来水公司按算要伫咧过年了后开说明会，维护双方的权益。等候恁说明会开线的时阵，恁甲做，敢无？由大寮义仁里里长带头，向水公司的人员抗议，因为水公司要伫遮设置第四条水管，伫遮新水管直径有2米外，遮尔粗，来造成民众惊吓。因为过去就发生过水管瘪起，造成有人过身。发现伊个瘪管一台迄个小花菜车啦迄个红仔某咧卖菜的拢死伫遐。水管的物件，它因为它有那承受的压力，你周遭袂当去起厝啊，是讲什么建设都袂使进。里长表示，民国69年开始，水公司陆续伫义仁里甲昭明里来设3条的水管，拢待伫土地。其中2条就伫凤林路的巷仔内。里长讲，遮全部拢是徛家，差不多300户的住户。即马又搁要伫厝头前加带1条，若是发生意外，啥人要负责？阮若甲换掉以后，旧管就废掉啊，就袂经过伊遐的部分。即马换路线就换去较头前这个部分，但是这个换的管，伊的管材是生仔管，伊这安全性较悬。遮影响到的是甲要300户，所以阮要求自来水公司来开这个说明会。水公司表示，目前会伫凤山水库附近5个里来设2条新的管线，再接会较永固。未来旧的水管就袂送水，目前工程先暂停。按说旧历过年要开说明会，希望双边会当沟通协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